喂，支嘢死咗啦！雪花秀唔好死啊！等我嚟救翻你啦，你好貴啊！又係我 dry 人 Miss A 啊！咁 dry 人就用翻啲保濕度高嘅爽膚水啦。佢最正嘅地方就係咧，佢雖然一滴落去嘅時候咧，其實就都潤嘅，咁但係一推開咧，佢就好快吸收㗎，咁爽爽地啦。咁同埋佢依個牌子咧，主要係用漢方嘅配方啦，咁好珍貴嘅，好得意嘅馬齒莧啊！我第一次見嘅時候，其實係咩嚟嘅咧？咁都幾得意啊個成分。咁有時上網其實買咧，仲會平過喺韓國買咯。咁我記得嗰陣時咧，我要去韓國揾依個牌子幫人買咧，都幾辛苦啊，因為其實唔係好多地方有㗎咋。我發覺大家其實見到佢咁細支，係咪有啲詫異咧？因為好貴啊！咁咧，平時我買啲比較貴嘅護膚品咧，一般咧我都會試咗版先嘅，因為咧如果買咗翻嚟唔啱自己用，最大嘅問題係咩咧？心痛啊嘛！你大嗱嗱，我哋成1000蚊一支嘢，拎到翻嚟原來唔啱用，咁唯有送俾人啦，係咪？係咯，大家其實如果對雪花秀呢個名牌有興趣，可以去龍 X 或者雅 X。咁依啲護膚品店咧，其實都有啲 set 裝賣嘅，可以買翻去試下咯，朝聖下咯。咁但係咧，我就發覺喺雅 X 買就會比較抵啲咯，咁就80零蚊到咯。咁但係去龍 X 買嘅時候咧，就發覺就多幾廿蚊咯，係啦。咁一個小 tips，咁希望大家中意試下嘅就去睇下啦。拜拜。